我觉得一上场就完全感受到有观众的那种热情，然后跟他们眼神交汇的时候，觉得天哪，好像很久看到的家人一样。然后其实有点感动，就是在看每一个人的时候，然后他们的眼神跟他们的动作跟着我们一起的时候，就觉得，终于看到你们了，很开心。就像安妮讲的，就是心连心的感觉。那就是球迷现场的加油声跟那个呼喊声，就会觉得是我们在舞台上热情绽放的那个动力，对我们的那个什么？对什么？讲完了，动力就是我们完全可以在有差别的是，我们接受到观众之后，我们是用更 double 2倍的力量反射回去，所以有观众一起的那个能量是非常强的。对。因为现在副总说有可能之后好像就开放有2000人，那就真是太好了。当然是越多观众、越多球迷、越多能量，对，就越好。对，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有这样的一天到来。就是很谢谢你们，还就是一直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着我们，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应援。也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场上见到你们。没错，非常期待哦。运动是一个最好的生理的防御，看球是最好的心理的防御。我们今天是0确诊，这背后应该是一个0嘛哈。吴会长、侯市长、徐将军，然后防疫的团队，还有我们的蔡董事长，然后2队的球员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台湾的防疫在所有的国民，大家的努力，大家的共识，大家的合作。我们今天是0确诊。这背后应该是一个0嘛哈，那也本土也第26天，都是0了，那这是全体国民努力的成果。那努力到现在，那下一步我们要开始做开放。那开放的时候，我们要例行防疫新生活。然后讲说怎么样叫防疫的新生活，当然是个人的一些卫生习惯，洗手、戴口罩、社交距离、量体温，等等的，我们要把它做好。球，这是最标准、最好的一个热火防疫。防疫除了我们跟病毒的生理战之外，也是一个心理战。那身体上大家要去防疫，那要把自己弄健康。运动是一个最好的生理的防疫，看球呢是最好的心理的防疫。看了球以后，我们心情非常的愉快，身心灵都满足了，然后第2天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。那今天先做局部有限的开放，一步一步的，我们看能不能把这个防疫守得住，也让热活生活能够过得好。让我们一起来，我们防疫要成功，生活也要成功，我们大家一起加油，谢谢。